今日同大家吹下水，唔知你哋有冇發覺，而家同啲後生仔女講話，不如星期日去飲茶咯。佢哋通常擺出一副要佢去地獄嘅表情，耍手兼擰頭，死都唔肯去。以前我哋老一輩或者30幾40歲嗰陣，放假去酒樓飲茶，簡直係人生一大享受，一盅兩件，一張報紙就可以坐足一個下晝。但係而家啲20零歲甚至10幾歲嘅後生仔，你叫佢去酒樓，佢寧願去排隊食2個鐘頭日本拉麵，或者去班戟店食塊空氣感鬆餅，都絕對唔會同你踏入酒樓半步。好多人以為呢個純粹係2代人嘅代溝，覺得後生仔崇洋 school 或者中意日本嘢，嫌棄傳統點心。但係當你深挖落去，你就會發現一個好殘酷嘅真相，唔係後生仔唔中意食燒賣蝦餃，而係而家嘅香港飲茶文化背後根本就係一場對消費者嘅智商稅收割。我哋以前以為理所當然嘅飲茶規矩、收費同埋啲點心嘅質素，喺呢班講求高性價比、講求透明度嘅後生仔眼入面，直情係周身漏洞。甚至連好多飲咗幾10年茶嘅老友記，其實一直以來都默默地交緊呢筆智商稅而自己唔知。所以今日我一定要幫大家拆解呢個局，老友記更加要學識3招點樣去防伏，以後去飲茶先至唔會俾人當成水魚咁宰。我哋先嚟講下點解後生仔會覺得飲茶係交智商稅。你試下代入一個20幾歲後生仔嘅視角，平時去茶餐廳或者西餐廳食飯，餐牌寫住幾多錢就係幾多錢，最多加個一服務費，清清楚楚。但係你一踏入酒樓，那個計錢嘅方法簡直好似玩微積分一樣咁複雜。首先，每個人一坐低，未開口講嘢，就先要計一個茶位錢。而家喺香港市區普通一間酒樓，茶位起碼都10幾20蚊一位。如果去到稍為高檔少少嘅中菜廳，30、40蚊一位，直情係基本消費。後生仔最唔理解嘅就係一壺普洱、香片或者秀眉，明明成本低到不得了，甚至好多酒樓用嘅都係茶包或者茶碎，水就係水喉水。點解每個人咩都未食就要先俾呢筆錢？如果一家4口去飲茶，單單係坐低飲啖水就已經冇咗近100蚊。跟住落嚟仲有更神奇嘅嘢，就係餐台上面往往一早擺好咗幾碟所謂嘅小食，可能係一碟酸菜、一碟花生或者幾粒青瓜。好多唔熟行規嘅後生仔以為呢啲係酒樓送嘅前菜，高高興興咁食咗，到埋單嗰陣先發現呢幾碟根本冇問過你需要唔需要嘅小食，每碟要收你20幾30蚊。呢種植入式嘅強迫消費喺現代嘅商業社會入面，直情係匪夷所思。你話去食西餐，人哋送法式麵包係真係免費嘅，但係酒樓呢種你不開口拒絕就當你買咗嘅做法，自然令到習慣咗消費透明嘅後生仔極度反感，覺得一坐低就已經俾人揾咗丁。再講到點心本身，呢個先係最令後生仔覺得交緊智商稅嘅重災區。以前我哋細個嗰陣，酒樓嘅點心係點樣做出去嘅？後方廚房一大班點心師傅，晨早4、5點就返到酒樓，開粉、搓皮、剁肉、包蝦餃、拉腸粉，全部都係新鮮即做。以前嘅燒賣咬落去係有鮮肉嘅甜味同香菇嘅香氣，蝦餃皮係白如雪、薄如紙，入面嘅蝦仲係爽口彈牙嘅。但係而家呢？你問下自己，你幾耐冇喺普通酒樓食過一籠真正由師傅人手即包嘅蝦餃？而家全香港超過8、9成嘅連鎖酒樓，佢哋嘅點心基本上都已經全面實行咗工廠化同預製化。意思即係話，你食緊嘅嗰籠蝦餃、燒賣、叉燒包，其實係幾個月前喺內地或者本地嘅大型中央廚房，由機器或者流水線工人預先做好，然後放入零下18度嘅冷凍庫入面急凍。等到你要食嘅嗰一日，酒樓員工只需要將呢啲冰封咗好耐嘅化學急凍包攞出嚟，放入蒸櫃入面加20分鐘，就可以端上台俾你食。當初呢啲急凍點心可能成本只要2、3蚊一粒，但係經過酒樓一包裝，寫個好聽嘅名，一籠4粒就賣你40、50蚊。後生仔好精明嘅，佢哋返工咁辛苦，放假想食餐好嘅，點解要花幾百蚊去酒樓食一堆用微波爐或者蒸櫃加熱嘅急凍食品？如果真係要食急凍嘢，
佢哋自己去超級市場買2包急凍燒賣返屋企用氣炸鍋或者電飯煲蒸，成本唔使10蚊，點解要專登去酒樓俾你收加1、收茶位、收小食費，去食一模一樣嘅大路嘢？呢個就係後生仔眼中最大嘅智商稅。除了食物質素下降之外，飲茶嘅時間成本同服務體驗，對於而家節奏極快嘅後生仔嚟講，亦都係一種折磨。你想去飲個早茶或者午茶，首先要喺門口同幾十個阿叔阿伯一齊排隊等位，攞張飛等半個鐘、1個鐘係常態。好不容易入到去，裏面環境嘈雜到好似街市一樣，大家講嘢要用嗌嘅先至聽得見。你想叫個侍應幫你加水或者攞張單，你舉手舉到條腰都酸埋，啲侍應都可以當你係透明，一係就面口黑黑咁走過來，好似你憎佢幾百萬咁。喺呢種環境之下，食餐飯都好似去打仗一樣。埋單嗰陣，一餐飯食咗2-3個鐘，其實真正食嘢嘅時間可能得半個鐘，其餘時間都係等位、等上菜，同埋同侍應鬥智鬥勇。後生仔會覺得，我放假寶貴嘅時間，點解要浪費喺呢種毫無尊嚴又無效率嘅消費體驗上面？相比之下，佢哋去一間精緻嘅咖啡店，飲杯50蚊嘅手沖咖啡，雖然價錢都唔平，但係人哋環境安靜，有舒適嘅音樂，侍應禮貌周到，仲有免費無線網絡俾你坐足1個下午，起碼人哋覺得物有所值。但係話分兩頭，雖然飲茶充滿咗呢啲看似智商稅嘅陷阱，但我哋不得不承認，飲茶始終係香港人最核心嘅集體回憶同飲食文化。對於好多老友記嚟講，一日唔去酒樓坐下，個人就總係覺得周身唔聚財。既然我哋冇辦法完全放棄飲茶，而後生仔又咁抗拒，咁我哋呢班精明嘅消費者，特別係最常去酒樓嘅老友記，就一定要學識點樣去保護自己。我今日就同大家分享3招非常實用嘅防伏指南。只要你學識呢3招，以後去酒樓飲茶就可以將呢啲智商稅減到最低，食得既精明又健康，甚至可以帶埋你屋企嘅後生仔一齊去，等佢哋都對飲茶呢件事改觀。首先第一招，我稱之為主動出擊，打破隱形消費。好多老友記去到酒樓，習慣咗客隨主便，侍應擺低咩就接受咩，呢個正正係酒樓最反感、最容易揾你笨嘅地方。由今日開始，你同屋企人一坐低，第一件事唔係睇餐牌，而係要即刻檢查台面上有冇一啲你冇點過嘅小食。只要發現有花生、酸菜、XO 醬呢類嘢，你一定要喺侍應行過來開茶嘅時候，態度堅定，但係好有禮貌咁同佢講：唔該，呢幾碟小食我哋唔需要，請你幫我收返走佢。好多老友記會覺得，哎呀，為咗個20幾蚊叫人攞走，好似好肉酸，好冇面子咁。千萬唔好咁諗，而家經濟環境咁樣，每一分錢都係辛苦錢。酒樓開門做生意，呢啲小食本來就係屬於自願消費嘅項目，人哋無權強制你買。你主動叫佢收走，單單係呢個動作就可以幫你慳返幾十蚊嘅無謂開支，亦都可以向酒樓傳達一個信號：我係一個精明嘅食客，你唔好諗住求其揾我笨。除了小食之外，茶位其實都有得揀。雖然絕大多數酒樓都規定必須收茶位費，但係你有冇想過，你付出了20幾蚊嘅茶位費，你其實有權要求更好嘅茶葉質素？好多老友記習慣咗飲普通嘅普洱，但係而家好多酒樓嘅普通普洱茶，茶底差到有一股霉 URL 味，飲完之後甚至會覺得胃脹。你可以試下問侍應，佢哋有冇一啲特別少少嘅茶種，例如玄米茶、片仔或者鐵觀音。有啲酒樓雖然會將呢類茶歸類為名茶，要加多幾蚊，但係相信我，與其花15蚊去飲一壺好似洗腳水咁嘅劣質普洱，不如花18蚊去飲一壺真正有茶香、能燒製嘅好茶。又或者，如果你真係好注重茶嘅質素，你甚至可以自己帶茶葉去。好多酒樓雖然一樣要收你茶位費，但係當你用自己帶嘅靚普洱或者高山烏龍，叫佢俾滾水你自己沖嘅時候，你飲到嘅係真正對身體有益嘅好茶。咁樣你俾嗰筆茶位費，起碼有一半係轉化為真正嘅享受，而唔係白白送俾酒樓。接下來第2招就係要學識帶眼識貨，
避開急凍預製包。既然我哋知道而家大部分酒樓都係用中央廚房嘅急凍貨，咁我哋就要好似偵探一樣，從餐牌同食物嘅外觀上面去分辨邊啲係工廠倒模製成品，邊啲係真正廚房師傅嘅心血。首先，你可以盡量避免點一些形狀過分完美嘅點心，例如蝦餃，如果每一隻嘅折紋一模一樣，精準到好似用 3D 打印出來咁，形狀完全對稱，咁100%係機器包出來嘅急凍貨。相反，如果一籠蝦餃送上來，有大有細，折紋有疏有密，甚至有一兩隻皮有少少裂開，你先至好高興，因為呢啲先至係真正後廚師傅用手一隻一隻包出來嘅人手貨。人手做嘅點心，肉質會更有彈性，皮亦都唔會因為長期冰封而變得死實。另外，老友記要學識睇餐牌上嘅字眼。如果餐牌上面寫住一些好花哨、好現代嘅名，例如黑金流沙包、松露野菌餃、網紅脆皮腸粉，呢類點心通常都係近年內地食品工廠研發出來嘅標準化產品。酒樓直接進貨成本極低，利潤極高，而且化學添加劑通常都比較多。相反，我哋應該多點一些功夫菜或者難以長期急凍儲存嘅點心，例如煎腸粉、現拉嘅韭黃鮮蝦腸、炸兩。腸粉呢類嘢，只要放進雪櫃冰凍過，粉皮就會變硬變霉，解凍之後完全食唔落口。所以酒樓如果要做腸粉，後廚起碼都要有一個師傅負責現拉或者現蒸。同樣道理，生滾粥品，例如皮蛋瘦肉粥及第粥，呢啲一定要師傅喺廚房用火一碗一碗去滾熟，無得做急凍預製包。所以你去飲茶嘅時候，點一碗靚粥，點一碟現拉腸粉，再加一碟即叫即炸嘅鹹水角，呢啲點心雖然普通，但係佢包含咗後廚師傅嘅職場手藝，你付出的每一分錢都係買緊人哋嘅勞動力同新鮮度，呢個先至叫做真正嘅高性價比。最後第三招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招，就係逆向思維，改變飲茶嘅時間同地點。好多老友記飲茶，最中意喺星期六、星期日嘅朝早10點到下晝1點呢個黃金時間去。呢個時間去，你除咗要同全香港嘅家庭主婦一家大細一齊逼之外，酒樓亦都因為人手不足，服務質素會跌到去0。更重要嘅係，呢個黃金時間嘅點心價格，通常都係全日最貴嘅，採用所謂嘅正價或者假日價。你食一籠普通嘅燒賣，可能要50-60蚊。老友記如果時間比較彈性，其實應該好好利用特價時段。而家全香港絕大多數酒樓都有推出早茶特價或者下午茶特價。早茶通常係指朝早7點到9點之前埋單離座，下午茶通常係指下晝2點或者2點半之後入座。呢兩個時段，點心嘅價錢往往可以去到正價嘅6折，甚至半價。同一樣嘅一籠蝦餃，你1點鐘食要50蚊，你2點半入去食，可能只需要30蚊。而且下午茶時段酒樓人潮散去，環境安靜好多，侍應亦都因為冇咁忙，態度都會變好。你叫佢加水攞嘢，佢哋反應都快好多。用半價嘅價錢，享受加倍嘅空間同服務，呢個先至係真正精明老友記嘅做法。除咗時間之外，地點都好重要。而家好多大型商場入面嘅連鎖酒樓，因為租金貴到嚇人，所以佢哋必須要將食物成本壓到最低，同時將售價抬到最高，先至可以生存。所以商場連鎖酒樓往往係預製菜嘅重災區。老友記如果想食到真正有質素、有本土風味嘅點心，不妨將目光移去一啲舊區嘅街坊老字號，或者一啲獨立經營嘅中小型酒樓，例如深水埗、紅磡、土瓜灣或者荃灣一啲開咗幾十年的舊式酒樓。呢啲酒樓通常做嘅都係熟客生意，老闆同師傅都係幾十年嘅老街坊，佢哋如果用急凍貨欺騙街坊，生意好快就做唔落去。所以呢類街坊酒樓往往仲保留住前店後廠，每日新鮮即製嘅傳統，而且因為租金冇咁貴，點心嘅定價通常都非常大眾化，茶位可能只要8-9蚊一位，亦都唔會強迫你食小食。喺呢啲地方飲茶，
你先至可以真正感受到以前香港人飲茶嘅那種人情味同真正嘅味道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就會明白點解後生仔死都唔肯去飲茶，因為喺佢哋成長嘅年代，佢哋接觸到嘅飲茶文化已經被資本、連鎖集團同埋高昂嘅租金扭曲咗。佢哋去到酒樓，睇到嘅係高昂嘅收費、不明不白嘅附加費、冷淡甚至惡劣嘅服務，以及食落口同叮叮點心冇乜分別嘅急凍食品。佢哋冇經歷過以前推車仔點心嘅年代，冇感受過那種大蒸籠打開、煙霧彌漫、成間酒樓充滿住新鮮點心香氣嘅震撼。喺佢哋眼中，去酒樓就等同於用一個好高嘅價錢去買一個好差嘅體驗，呢個唔係智商稅係咩？所以老友記如果想改善同後生仔嘅關係，甚至想吸引兒女、孫仔孫女陪你一齊去飲茶，我哋自己首先要改變。你唔好再帶佢哋去商場那些金碧輝煌，但係其實食急凍嘢嘅連鎖大酒樓。你可以同佢哋講，今日阿爺或者阿嫲帶你去一間真正好嘢、全人手做嘅老字號下午茶。去到之後，你主動展示你嘅精明，叫侍應退走小食，教佢哋點樣睇邊隻蝦餃係人手包嘅，點樣揀真正拉嘅腸粉。當後生仔發現，原來飲茶唔一定係要俾人搵丁，原來真正新鮮做嘅點心係可以咁好食，原來同屋企人坐埋一齊，喺一個舒適嘅下午茶時間傾偈係咁放鬆嘅時候，佢哋自然就會放低偏見。兩代人之間嘅溝通，好多時都需要一個媒介。飲茶本來就係香港人家庭凝聚嘅最好平台，唔好俾呢啲不良商家嘅收割手段破壞咗我哋幾代人嘅傳統。只要我哋每個人都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，用我哋嘅銀包去投票，多啲支持那些堅持人手職制、收費合理嘅良心酒樓，拒絕那些將消費者當水魚嘅連鎖黑店。咁樣，我哋唔單止可以幫自己封蝕本門，慳返大筆無謂嘅智商稅，更重要嘅係，我哋可以幫香港保留住這份真正獨一無二、值得我哋自豪嘅飲茶文化。以後放假，老友記就可以帶埋一家大細，開開心心、明明白白咁去享受一餐真正物有所值嘅一盅兩件啦。